位嘉賓大家好，好榮幸今日可以代表 Life Young 一心健康管理抗衰中心，今日攞到呢一個由 Capital 頒發嘅呢一個健康管理嘅一個服務大獎。咁呢一個獎對我哋團隊嚟講，喺呢一個高端嘅呢一個醫療服務上面咧，係有一個極大嘅肯定。咁我哋 Life Young 咧，其實我哋一路都深信，真正嘅財富係講緊我哋係擁有一個高質素嘅一個健康壽命、健康長壽。咁喺 Life Young，我哋一路都係引用最先進、最精準嘅一個再生醫學科技啦，可以做到 renew yourself, rebuild your nerves and restore your life。我哋為每一位客人咧都定製個人化嘅一個健康抗衰嘅長壽方案。咁希望可以幫佢定格你狀態嘅最巔峰時刻。咁而呢一樣嘢可以真正幫大家去實現細胞換身，見證到 Life Young。咁香港係一個即係追求好卓越嘅城市，咁大家都一定好認同。咁我哋都好深知道，其實高淨值人士對生活質素嘅一個要求。咁所以 Life Young 我哋都一定會係不斷咁樣努力啦、進步啦，我哋會持續發展，將最高端、最先進嘅一個醫學科技引進香港，帶到亞洲。咁希望每一個人、更多嘅人都可以享受到一個更長壽嘅生活，同埋亦都可以同時實現呢一個優雅、自信同埋一個健康嘅人生。咁希望祝每一位大家都可以係 live younger, live longer。好，thank you，多謝大家。